请帮我照顾这孩子，他叫涂瑞敏。好，你哭哦，尽量哭。今天哭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哭了，没有眼泪了哈。好，乖。小朋友来培养新朋友，按照哦哆来咪哦。情，迄款该相爱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系爱跳过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阴影爱袂转来。流浪的心情梦已来淡哦。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，流浪的触电转来改写，那黑马萨，让爱跟命一辈子流浪，流浪的心情梦已来淡哦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，流浪的触电转来改写，那黑马萨，让爱跟命一辈子流浪。喂，鸡，我现在在马来西亚，现在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要过去找你。流离浪荡的后背，在深夜困的深爱离去，留下孤单的最爱。不是爱跳过日的命运，总是爱离开，爱上有阴影爱袂转来。流浪那心情梦已来淡哦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怎么个要按水啊？难得哦，13年来马来西亚有了头像，迄本一煞奇怪的人要 fight 咧。先生，按排势哦，一迄眼先看到诶。唔确定，唔应该变先看到的咩？排势啦，假使做的，像你老见用本爱好冇？
我想要送本我嘅礼服服诶。哦，恭喜你啊！不过给你这个事情，我也没想过。哎哦，做一下这总结。我先看到嘅。哎，谁的？既然哦，你中意这东西哦，可能用不伊啦。嘿嘿。先生，我要再一杯。接定嘅未婚夫，行去老人讲分数。其实我们不太合适，我们取消婚约吧。我用去按水呢。係幾生嘢？其中大家佢都壓力衝過啊！谁偷你皮包啊，小姐？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，你是小偷。我没有偷你东西啊，小姐，你喝醉了，小姐。我没有偷，放开我！你喝醉了吧，小姐。放开我！快！把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我哪有拿什么东西？把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哎，谁？他偷人家钱包啊！他偷人家钱包，关你个屁事啊！你是主少，你不是警察，你电影看多了是吧？你回去给我唱歌！哎，换！哎，小偷，不要跑！你去哪？快，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抓住，这时间！站住！站住，还跑！快，站住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起来！再跑啊！谁啊，姐？你都在黑店来给的？哎，喵。莫吵了，够了。滚！你怎么干？过掉了！啊，出息了，出息了，出息了！你出哪门哎？跳绳。来，有宝哎，来，吃饭嘞，吃饭嘞，早点吃饭嘞。哆瑞咪，啊你怎么不吃饭呢？哈？妈咪，小鬼，你不要整天一直在那边妈咪啊妈咪啊，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抛弃啊？你妈妈永远不可能来接你。孩子。妈妈，好呀。
妈咪嘞？妈咪嘞？这个是嫂嫂去图书了。喂，你母母很乜嘅啊？你嘿，伊19岁，拄到车咧，到底如何我攞伊送转来？过后哦，要判断下规身，对。你好不容易冇对我做嘛嘅事情？冇嘅啊。拜托各位，你个层次吼，无安差。韩哥啊，我对你这种规身照现嘅生妹吼，无兴趣啊。这就好。哎，什么你草本安部伸出援手还伸出援手嘞！哎，伊了3年吼，19岁老倾向给世界啦，全喺2、3年嘞，全部吼来啥4年的穷用啦。歹势啦，本你娘麻烦嘞。对哈。好威严哦！你用做的，用就本爱衰体。哎，遐嫌乌糟，感觉你还天顺你色身啊？讲话嘛错啊吼。唔错噶，哎，俺重新整理下哦。你讲爱19岁，我当然没咁差人送来转来啊。唔过用不人衰都还监督啊。哎，细伢子啊，你判断还鬼神呢？哎，你看，你什么？粗到要死啊！我冇顶爱3招，要蛮专业啊。好。哎，Sam 啊，我们把 L 一个人丢在马来西亚，这样好吗？哎呀，他一个大人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又不是小孩子，他别害人就好了。是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，只是会没钱回台湾吧？那怪我，那谁要他闹事？每次都是我帮他擦屁股，擦得我手都快脱臼了。可是个头啊！嘘，不要讲不要讲，老板已经打给我了，要我回去解释。我饭碗都不好了，我还保他，烦死！走了。很高毛，但只色哦，真叫你无心肝呢。规班的人哦，表爱啥做起走得都顺了，连爱带检府都那个推脱，看爱专业，要蛮亲戚就顺了了事。面条前嘅全部，亲像嘅无啥营养诶，唉，还拄到一啥奇怪嘅人。哎，歹势哦，我有名诶，我按到童晨晨。哦，咁我阿瑞都做得，你好啊。你好。哎，我咁做的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好啊，你问啊。你做乜嘅今天恋爱啊？因为我天天去做去台湾啊。哈？为做乜嘅？哎，
我吼迄用心良苦呢，我想啊，本伊20几分吼报答我啊。你迄爱我送两个头油哦？沙巴吼迄亲情啦，不过我无暗恨啦。竟然爱我用报答你呢？好啦，老实人讲好咧。唉，我乐团哦，表我3年转去台湾的啦，还老外带检房哦推脱的呢。鼓手嘞？鼓手啊！我的身风哦，半线钱都冇了。你敢真的借我钱买机票啊？我？假使无法度面对人嘅承诺，嘅粮食就唔好凊彩开做。假使你个东西吼，可以按艰苦，竟然留定去做乜嘅啊？你头家做乜嘅啊？你那个自以为是嘅人，你敢唔系讲人太多咧？我嘅感情、我嘅情绪都係我自家啊！你讲好你自家就好了咩？假使啊，你无法度表达那种感情，竟都甲上网地位去争取啊！爱情哦，唔係咁簡單呢。你讲的咩有道理啊？留电去要做乜嘅啊？你真係攞佢 fit 啦！你做乜按假妹啦？哎呦，你係珍貴嘅東西咧，你敢唔知點意義啊？承諾、老費，佢都冇嘅咧。你老記，冇可能。哎，鑽石金子哦，係千搭錢呢，你點冇啊？冇關係啦，我真係冇猜疑咧。你唔猜疑哦，我猜疑啊！嚇？哎，嗰啲鑽石金子呢？我做人去當天哦，揾機票，哎呦，我都唔是讓你加錢咧咩？乜嘅啊？呀晒喂，琳达，我跟你說一件事哦。啊？什麼？哎，這個婚紗的腰部有點大。啊？什麼紗？沒事，我陪朋友試婚紗。哦，沒有啦，我特地啊打電話跟你說，我要提早回台灣 ，surprise。什麼？琳達，好了嗎？我有很多事情要辦啊。琳達，那男人是誰啊？阿磊，本來想等你回來再跟你說，我看現在先跟你說好了。說什麼？我要跟 David 結婚了，下個禮拜就要搬去紐約。Sorry， 阿磊，你也知道，我們這樣耗下去不是辦法。本佢車到啦，我唔朋友嗬，我老陪你結婚咧，我失戀咧。我請交俾你啊！真嘅解啊！你真見到氣煞紅顏咧，Oh yeah！
童先生，哎，你做样子了？你无咧？哎无？好啊，你去副座以后，我无意见啦。不过唔敢做得留下我嘅联络电话。唔是啦，我想哦，应该冇个见面咧。哎，唔管下礼拜要见面冇，那下月位有日假期，出去玩。你係講嘢嘅啊？属于本啊。哦。哎呦啊，你做有上飞天花号码咧啊？哎，你放心啦，我后要实老千万嘅。啊，好啊。哎，我有嘅態度，真像唔相信我要攞千萬嘅嗬。了，我啲表演幾單哦，做到寫好了。我客用率老同層層加18000，聽臭版。你係咪嘅假條啊？根本就冇任何法律效力啊！哎呦，總共哦，我要攞千萬嘅啦，拜拜。哎，等下。哎，你咁做得嗰張係500幾票啊？嘈茶嘅啦。喂，训导主任。什么？沈大志有闯祸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沈大志，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吗？你是来学校念书，不是来耍流氓。如果你要耍流氓，就不必来浪费教育资源啦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秦主任，唐老师，你们班上沈大志他又打架闹事，他把杨春香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我如果再记他一只小过，他就该退学了。对不起，秦主任，我会跟沈大志好好沟通的。小孩子打打闹闹是难免的，不要到记过这么严重吧。他还是小孩子啊，出事就办休学，来回都已经2次了。18岁了还在念高一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像他这种周辍生啊，根本就是烂泥糊不上墙。你看看啊，这种目无尊长的学生，你还帮他求情啊？对不起，秦主任，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吧，就要写一份悔过书给我，好好反省一下。不过他如果再犯校规，我可帮不上忙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主任。太子，内底也哈无欢喜啊！规件事情哦，我都问清楚咧。迄样顺常不应该拿亚美讲笑的。不过唔要做唔定俾人用，就通俗大人啦。也系上课的时间，你唔是教师上课嘿？假使你去甲上海风险去甲哦，嫁出去又何必照顾你呢？根本嘅事情，请注意答应唔会记硬嘅歌。不过你要下费歌书，沈太子，唔好个帮阿春伊担心咧。
面粉也涨价哦。哎哦，阿干妹啊，哎，大家都好邻居咩？啊，涨价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上个月可以多买一些。哎呦，春雨，我这些东西保存期限都有1年以上哎，你这样子弄乱七八糟，别人竟然会以为招小偷的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身上哦，给你检查一下那个保存期限咩？好，我自己来就好了啦。啊！哎，春雨，上个月账还没有结。哎哦，待会一起结咩？不要着急哈。来来来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春雨，你买的这些酱油、卫生纸、牛奶都没有送赠品呢。赠品哦，就是拿来用的呀。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小孩哦，哎呦，正好用得着，刚刚好。有干娘哦，不要这么小气，迪莫，哎，这样才会生意兴隆，知道吗？一共是235元啊。哦，喂，100、600、35，哦，对呀，没欠你了哈。耶，阿春姨呀，快点。235元是今天买的，你上次赊的账还没有结啊。哎哦，阿干妹啊，你忘记哦？你上个礼拜出去啊，我带哆瑞咪啊来你这边帮你顾店啊，还要把家常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打扫得很干净啊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要抵账哦？阿干妹暗呛哦。哦，那是2回事啊！我上次出去拜托你看店，前后不到1个钟头哎，而且我也看不出来店里哪里有整理过的痕迹。春怡，做人不能这样赖账啦！哎哦，给干嘛你阿春怡呢？我怎么可能赖账？我是清清白白、规规矩矩做人呢，赖账不可能。500， 1000。哦。阿春英欠的钱我先帮他还啦，你们这样伤感情呢。当老师的果然比较明了。阿春英，回家啦，回家啦。不好意思，为你推俺先付钱啦，俺你去拿钱啦哈。不是啦，春英，我同俺客气啦，走，俺你去拿钱啦哈。好啦。周先生，难开票的本人啊？票的？诶，虽然迄票的假的，不过对俺阿春雨来讲哦，迄真件的哦，做得2万钱啊！你看，诶，我对因的哦。不是啦，好的啦，不是，你就尊重俺买本身你的东西。错啊，童先生，爱到个太子哦，迄只本炒饭，唔知佢最近敢有咩麻烦啊？无啦，佢当好。加就好。太子啊，过去哦有交到坏嘅朋友，哦，也好，佢愿意哦去学校读书，唉，天来啦，天来啊，阿春姨，太子顶你下机哦，佢听说要上忙的啦。加就好啊。俺去莫闲哈，坐一下哈。哎呀，阿春姨，
佮上面伫尾都会写下来迄万人啊。哦，来切啊！切嘞。对了，怎么样？下一站到哪一国演唱啊？哦，天国啊。哎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幽默哎。是。哎，说真的，到哪一国演唱啊？唱啊，唱个屁嘞，唱！你们天地人已经解散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厉害啊，你黑啊，你全台湾的 pub 的黑名单第1名，你不晓得？没人敢找你们唱啊。所以公司派你去国外唱，可以了吧？结果你更厉害，太棒了，在马来西亚都可以闹事啊！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了，所以只好把你们的合约啊，还有预算啊，全部抽掉了。谁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可以把高手他们的合约一起撕掉啊！大哥啊，没有主唱，我要乐手干什么？我又不搞殡葬业的，你帮忙好不好？第一天入社会啊。这社会很现实的。哎，可是什么啦？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，别再说了。嘘，别再说了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。哎，我听不到。哎。你这小子总算回台湾了。来，我跟你说，高手啊，他写了一首新歌，你回去听听看，然后填个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爸，那个，你爸妈不是留一间餐馆给你吗？哎，多好啊！一回来就当餐馆老板。你这瞎说什么啊？蚊子啊，你不是想要继续念研究所吗？有时间我会去念啊。高手，上一次不是有一间唱片公司说要出2倍的签约金找你吗？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你今天吃错药。Snow， 你爸不是要给你钱去欧洲进修吗？你可不要拒绝哦。阿磊，你是怎样？阿翔，你爸不是要你去他公司上班吗？薪水不错，考虑一下嘛。你干嘛跟我说这个？对呀，阿磊，你是卡到音啊，胡说八道的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胡说八道啊，是公司跟天地雷解约了。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事情？对不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就解散了？好吧，叫你不要闹事嘛。现在你满意啦？乐团终于可以解散啦。哎，高手，阿磊又不是故意的。虽然了下乐团解散了，不过有一日，因为天总要搁继续的，天总袂记。
太君，长衣帽的风向爱上头好冇？阿 K， 你迄好好送吼，文章应该写到清好哦，都应该写飞过书啦。出国来吼，下礼拜无阁留同学上大的，好无？你怎么的咧？飞过书应该学自家写，上帝乃为总错，请凭你写就冇飞过界意思啦。你终于冇按册好无？你第一只飞丝应用会写无？一个心哦，还有一个名一个名啊。古说哦，而且名义你心肝都飞过就好呀。你等会后诶？你到底写无啦？你自家写啦？我自家写。到底写无？到底写无？啊？到底写无？不爱啦，好啦，听住你啊，别让我不爱啊。哦。好好写，题目。哦，做个，OK。左边的数学功课吼，写到唔会差哦。孙生哦，将今日的功课拢来写写咧，哦。你有读到无啊？好啦。阿全姨，新瑶，再来啊！你都犯快哦，挨来4都好咧啊！又要帶幾桶嘅葡京肉進來，唔向大家出來灌消息。你可唔可以有錢買早件哦？啊？我做社工全家，所以都拿進來啊。打工哦，打乜嘅工啊？下課了又都無聊，是去請寫做啊。唔可以考太好哦。阿全姨，我自家嘅事哦，我要打算。你自家有打算吼？好啊，有打算都好诶啊。太子啊！太子，阿 K 啊！阿 K 小友，来食早雞哦，好食啊，好食嘅早雞哦。哎呦，要來食咧哦，好咧，好呀。喂，來強哦！今天嘅食啊，做紅嘅油哦，唔好亂放哦，哈。來，好食嘅啊！太子家愛什麼心意，佢要去打工，這樣有好食嘅哦。安子些。什麼？好些嘛？慢慢寫的哦。阿春姨，我天公年愛叫辦費300元，係清明一日咧。我哪講？好彩哦！你是條毛全部拿本阿干妹，迄毛哦，4年嘅都冇錢叫辦費咧，迄就麻煩咧。來。阿春雨，因為你不愛改錢，是有一般哦。愛嘛係。阿春姨嘅錢冇來啊，你同先生講，先分期付款好冇？我買買開，還分期付款。係強用嘅啊！太子呢？阿 K 啦，太子有啲檢付冇？你去跳樓通好上達，你一下出去搞你啦。上達哦，同先生根本你要來啊！因為冇講，太子啲學校上達嘅事情呢？太子都學校同人上達，已經唔係乜嘅新聞咧啊！用咩用講啊？什麼啊？你啲戶口批定幾條？我當我背情況呢啊，好。去拿什麼東西？乖乖啊，阿春姨出去買東西而已啊。
妈，我冇想要带阿春姨不开的，你带我专业好冇？太子，我看哦，你还很做唔得呢。你阿弟阿妹哦，咱国家一年天天，也个新爸爸咧趁的身体又唔好。伊嫌买钱银子，唔本伊带我突然叫我先发错冇？佢冇嫌啦，咩安尼，太子？也係嫌買咩親生嘅來的，我爸又是土方，阿用不以起冇面子係咩？太子，我真經有困難啦。無好，過去慘的，等我家公家用做得接書的，我都帶因過去鄉下好冇？喇叭呀，冇個騙我呀！我班上嘅同學都笑我，講我咪咁樣男人，媽唔愛我。孩子，茶係來，要拿邊，拿邊啊，拿邊。好久不见啊，大志！怎么一个人躲起来打电动啊？多无聊啊！喂，喂，沈大志，你现在怎样？看不起我们两个是不是？哎呦，他不是孤儿吗？没听过孤儿也会挑朋友的。沈大志，听说你妈跟别人跑了。我看啊，你跟我们也差不多，怪不得你妈会抛弃你。你笑我，神经病！太子，没事哦，没事都好，来，转我。这阵啊，记到个钱啊，唉，好，听讲你哦，因呢溜溜个整理，从伊条个菜啊，还有去炸个鸡。几百？阿翠流量带泡鸡肉，不然做点心。
不过人陪咧。俺唔会妒忌啊。冇爱不用做灯啊，等于要这样写。头先做迄个啊？我做咱讲英文的事情啊。你已经毕业满2年了呢，搁安尼哦，永久都无法度毕业吧？你讲的啊？我真无暗行啊管啊！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思梦已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